1.25条行政院的国防特别条例呢，即马伫个议会要复委审查啦。不过国民党的党团伊定调，因家己的版本只有3500亿。是安那是这个数字呢？因为因内底有解说，其实美国迄方面提出武器的报价全部就是3500亿而已，所以用这个数字啊来针对这个法案的推进啊。 对美军购到目前为止完成程序的，就是只有3500亿啊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伫苗栗县国民党部的新村团牌讲到军购案。本党的党团应该正在召开党团大会，讨论我们相关的条例。那么最后，我们也会尊重跟支持党团所做的决议。我自己本人也跟徐巧芯委员至少沟通过2次。 强调讲是由党团的自主，最后党中央坚定3500亿，有需要接过天的立场。更加抢伫10点立法院国民党团大会前，提早1点钟开记者会。美方对我们的发价书大约就是3500亿，那也就是有将近9000亿要做什么，其实我们不知道。下一个那个LOA 来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会赶快的再予以支持。 讲，若是美国方面有后一波的采购案，国民党卖支持保留沟通。不过，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主地兵领导又搁写文章嘛，伊希望党中央应该推动9000亿的物实军购，这是因为要补强实际战略的需要。 当然有发家书，就很确定的说要能够采购什么样的武器，那有什么样的项目跟金额。我想当然也发家书有一个版本是比较好的方向。我们听到的3500加 N， 我们听到的是8100，我们听到的甚至于是9000，还有其他离离扣扣的版本。所以很显然的，就是为了拖延。 国民党内部意见咧超袂平，民进党借这个机会，希望讲会当回归行政院的版本，和这个军购案赶紧过关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